踮伫咧国际学生比赛当中，有袂少好成绩嘅清华大学赛车团队学生打造出碳纤维连坑。英国一个连坑爱3公斤重，不过一个碳纤维连坑一个干那684克。未来准备要安伫咧新一代跑车顶悬，除了会当减轻重量以外，也会当提升车的速度。莫达一发电动跑车对时速控到100，加速只要2秒7。清华大学电动跑车过去在国际比赛中摕过袂少奖，即卖为着减轻车身重量，团队开发出碳纤维的电拉坑，重量对原底3公斤减到684公克，连还未满3岁囡仔拢会当轻轻松松提起来。那全部上面的包含材料、包含模具的设计，全部都是我们学生自己设计、自己打造。那在模具的设计方面，这个轮框的制作是以铝模的2片式的结构来做模具的设计。最后这个框其实可以达到684公克的这个重量。会很期待，因为可能我们换成10寸的碳纤轮框，相信在驾驶上面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觉。除了连坑以外，团队搁伫驾驶座后壁增光学雷达，利用电脑去加速演算，提升分辨车道的准确度。买当用来模拟车辆赛的状况。今年我们换新的 LiDAR， 解析度比之前提高了3倍左右，但同时我们的演算法也需要一并的提升来跟上这颗 LiDAR 的速度，让我们可以在电脑里面模拟这台车的运行的状况。团队指出，还未装碳纤维的车身以及连坑，车的重量是260公斤，完成测试后，车身至少会当减到200公斤以内。希望未来会当为台湾在国际比赛当中速度变紧，继续冲出好成绩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